不能理解，真知道磊妈有没有后悔过嫁给你？后悔大概3650次，为什么还在这哦？因为她后悔3600万次，但是她觉得更爽5亿次。请问结婚多久了？有吵过架吗？我要考你结婚纪念日4月24，哪一年2015。 ？2015，对。好，这题简单说，每天在吵，没有那么平和啦，但是就是讲每天吵。观念沟通。想知道雷妈跟佑胜谁的脾气比较不好？吵架的话，谁会先低头？如何和好？都不好。我们两个脾气都很差，都是山东人。是谁会先低头？看状况有的时候他，有时候我吧。我先低头，有时候是没有用的，因为他如果情绪还在的话，而我没有去针对那情绪，真正的跟他和解，我低头也没有用。对。但是呢，这招反过来用，它是有用的。不管他对或不对，他只要低头，我就 OK 了。算了啦，反正就是这样啦。对，如何和好，通常我们就是这样一下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练习的方式是会直接针对他讲开，我会直接问他，都算是我先发动了，就开始进行沟通。如果我不发动，基本上就冷战到底，那也没有什么，因为大部分应该都有错，所以当然是我先发动啊。想了解为什么出来露营要卖房子？将钥匙交给家人或有人保管，并规定什么时间不行吗？应该可以了吧？而且现在已经远离初衷了，吃麦当劳、打电动、开车出去钓鱼，变成一般出游。你讲得很好。首先我要讲，我不是卖房子，我是租的，所以呢，你可以看第1集，在这边。对，第1集我解释了一切。我们本来要买，其实我们已经在洽谈，但后来就是邮轮来了，疫情来了，不是卖的，是退租的。很多人在问，佑胜这么帅，应该有很多女生会主动或间接诱惑吧？为何你选择了雷妈？非常多，你应该问我为什么选他吧？对啊，这问题不对哦。好了，我的答案很简单，因为他愿意纵容我的任性。我告诉你我为什么选他好了。好，你说。选择他的最大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想法很多的人，对于我来说，他是一个很互补的人，可以让我的生活有很多的惊喜或者是惊吓。好理性的回答哦，你不是因为我帅？我觉得医生比较帅，医生比较帅。感觉妈妈真的太瘦了啦，妈妈压力很大吗？操心劳力太瘦哦，好多人都说你太瘦，你可以解释一下。我很努力的维持我的体重，不管你是瘦还是胖，只要你喜欢，那就是最重要的。我觉得雷妈很喜欢她这样子。虽然我昨天看到有人留言说又黑又干又瘦，像外劳，那没有问题，她喜欢那就 OK。拜托拍1集你老婆真实心情，真的超多人想看你的真实心情。你真的上路或你真的在做的事，你有享受吗？其实我觉得我的享受应该大过于他，因为在路上的这个状态，它让我觉得世界很开阔，我的心情反而会很开阔。环境的不同可以让你的心境有不一样的放松，所以我真的很建议大家，如果你在都市或者在你现在的人生当中，你遇到了觉得很烦闷，或者是你觉得有什么解不开的事情，真心就是出去走一走，你会好很多。不能理解，真知道磊妈有没有后悔过嫁给你？后悔大概3650次，为什么还在这哦？因为她后悔3600万次，但是她觉得更爽5亿次。其实我们刚开始是很磨合的，然后磨到后来，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一个平衡点了。哇，我觉得在磊妈手术完之后，我们会是一个全新的出发。